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37日。今日感恩媽咪係我嘅媽媽，好似有時我有同佢一齊玩咯，好似有時我有講故仔俾媽咪聽，我有時又有同媽媽一齊傾偈，有時又有玩10分鐘就可以贏第一關。今日我有好早起身照顧屋企、照顧自己，同寫咗我嘅日程，然後有準時做我要做嘅嘢，跟住又開咗個會，大家有好好嘅進度。然後我了解我個仔多咗好多，知道咗佢2個秘密，同佢個朋友嘅秘密，跟住仲有用心認真咁樣引導佢同我傾偈。自我實現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愛。如果中意就嚟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